先至能夠用住佢嚟量度下啲時間，太陽嘅日出日落，呢啲係咪都係一種嘅時間？而晏晚嘅時間裏邊，而家我哋用日曆好、月曆好，但係而家我哋點樣去嚟處理啲時間？用翻住嘅時間係究竟佢哋計算時間？但有部記唔記得？我提議大家唔好計算啲時間，唔好咁快。而家主教啱啱開始講到啫，唔好咁快望住個表，係咪？睇住時間睇下主教幾時完，係咪？時間唔係我哋淨係去嚟計，時間係讓我哋嚟活着。所以時機一到，聖靈降生成人，取咗用佢居住在我們中間，活着。時間係嚟活着，因為時間係屬於他，所以大家仲記得復活節蠟燭嘛？時間係屬於他，因為所以聖詠裏邊，而伯多祿後書裏邊嘅第3章有提到，引用翻聖詠，佢話：在天主前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而好特別嘅，天主喺呢個嘅時間裏邊係一個奧蹟，佢唔係淨止1日2日。唔係淨係用日出日落，佢用咗嘅，尤其是去到第3日去復活。耶穌嚟釘死十字架上面，死咗啦，埋咗啦，但第3日復活咗。而1週嘅第1天，福音裏邊描述住嘅，又係講緊，所以而天主嘅時間已經唔係淨係日，而係去到一個禮拜，一個禮拜。我哋而家活着嘅就係一個禮拜，以住天主嘅時間去嚟活着。無論你點樣搞都好，但係一個禮拜唔能夠嘅去嚟搞亂嘅就係主日，主嘅日子，主嘅日子。所以而家嚟講嘅，我哋係以每一個禮拜去嚟計算住。我哋而家進入去將臨期嘅第2週。上年期嘅第幾週，又係啱啱用住一個週、一個禮拜，去嚟活着我哋嘅信仰生活。